阴森恐怖的神庙里，没有狗头保护的小贼不听良言相劝，准备偷取纯金打造的佛像。可他还浑然不知，他的这一切行为都在胡八一和王胖子的密切关注之下。看来这回人赃俱获了，赶紧给他抓起来！我跟你说，我憋不住了，在人耳之里，我晓得来。小贼小心翼翼地搬起金佛，却发现金佛下面还连接着一条长长的铁链。被财富冲昏头脑的他，根本就没发现危险的存在，还在拼了命地拉着。而铁链的另一头却连接着一扇大门，上面贴满了远古的符咒。小贼的贪婪不断膨胀，拉扯的力气也随之增加。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锁链被应声扯断，一股阴风扑面而来。随后门里一双通红的眼睛直视着外界，并且缓缓向外走出。小贼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当场吓晕。与此同时，从小拥有阴阳眼的阿香察觉到危险，在附近的营地突然惊醒，通知其他人。画面切回到神庙，柱子上的胡八一和王胖子看到上古凶兽，也是感到惊慌失措。他们原本是想躲在柱子上看一场人吓人的好戏，可万万没想到却变成了午夜惊魂。也就在这紧张时刻，柱子由上而下不断流出黄汤，不知道王胖子是吓的还是实在忍不住，竟然在这种情况下开闸放水。拉什么尿啊？上古凶兽闻到刺鼻的尿骚，迅速向他们扑来。胡八一急中生智，用手电阻挡凶兽的视线，暂时躲过一劫。王胖子听从老胡的指令，猛地从柱子上跳下来，利用体重的优势砸向凶兽。你还别说，这一身膘不白长，但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凶兽突然睁开血红的眼睛，一瞬间就顶飞了王胖子，然后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，再次扑向王胖子。幸亏胡八一及时赶到，一脚踹开上古凶兽，两人在大殿里展开神一样的跑酷走位。可奈何凶兽动作敏捷，一个偷袭就将王胖子扑倒在地，随后用细长有力的尾巴一个扫堂尾将胡八一放倒。现在帮忙！小贼一觉醒来，看到凶兽如此生猛，果断选择装死避开危险，保住小命。但小贼没想到，胡八一和王胖子也效仿他装死躲了起来。没有强大心理素质的小贼想趁机偷偷溜走，结果反倒成了凶兽的宵夜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打斗，雪莉杨和阿克也赶了过来，三人合力将凶兽吊到半空。明叔的保镖手起刀落，一招砍下了凶兽的狗头。可刚才的打斗，阿克被凶兽抓伤，感染了严重的病毒，必须马上送到大医院去救治。但在回程的路上，阿克突然醒来，神情恍惚，变得力大无穷，向胡八一发起攻击。打斗中，胡八一将阿克摔倒在前排，哪曾想阿克正好踩到油门上，一瞬间汽车变成无人驾驶的猛兽。